再来看高雄，有民众昨骑奥多摆经过博爱路要停车时，却发现停车格位伫咧路中。若本地停车格是已经付掉，改做铁马专用道。这骑奥多摆嫌骑铁马，拢认为这款设计是真危险，因为一个无细致，可能就会烧弄。 起初发现车徛甲奥多摆的停车格，赶紧甲刷叮当。这位伫高雄博爱一路的标线，有民众发现重新画了后，停车格甲过去无介共款。新标线伫水沟挂边啊，画设单车道，刷嘞这是奥多摆的停车格，另外一边这是汽机车的车道。这要特别小心啊！这边有车子过来的话，都要前后左右都要很特别注意。对。 脚踏车道，你右这边又占用这边，那又机车跟快车道相争道，你比刚刚都一样的啊。而且停车民众拢感觉真危险，因为博爱路悬顶车流量大，车速嘛无慢，一无注意就可能发生车祸。骑铁马民众嘛惯势骑伫人行道，讲若是有人技术无好，也是无注意，嘛有可能甲准备要停车奥多摆弄掉。变更窄啊！那你就给那个脚踏车道，所以很容易撞到摩托车。 嘛有人认同这个设计，认为标线清澈，加上距离边仔车道也够有空间，无一定有危险。现在移的稍微出来，它比较宽嘛，它比较宽，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每一个的位置。将过宽的快车道进行车道缩减以后，那在停车格的右侧设置自行车道，那对行人和自行车的安全都有注意。 市府表示，博爱路是市区主要交通干道，才会针对已经拓宽快车道的130公尺长来画，用意是要互行人甲自行车道有适当的区隔，但是成效安怎，还阁要观察。公司新闻王丽婷、陈hen坤报道。